杯茶，你就安尼甲我糟蹋好，我要甲你报一个鸟鼠啊！茶啉完了后，就甲阿婆讲，好，感谢你互我即杯凉茶，安尼我煮水刀，我家己来看一个好的茶礼。后日你交代恁囝，你若百岁以后了，你也做落去哦，会当去出发达。那么即个茶礼先着你也点点看看，伫伊个厝后个所在，就甲其他人提落去讲，即个所在你也记好。但是茶礼先，伊就要甲报了厝娃娃啦，家己去甲建一个福地，建一个绝地、绝子绝孙的地。但是呢，即个阿婆啊，伊即个茶礼先安尼完过去了后，经过一两冬，拄好做风台。做风台，因咧山后土石流放落来，放落来了后，伊个厝嘛去互受损着。那么过无偌久，即个阿婆啊真正百岁以后转去了后，因囝着真正去找迄支铁仔，甲找出来，甲因妈妈撞去遐，撞落了后，真正怎啊发起来？讲真正发起来，趁足侪钱诶，拢本来3合院拢搬做地宗。那么佫经过几工了，即个风水先佫来遐咧看茶礼的时阵，就想着迄个阿婆，要来甲看讲，我看恁安尼即口罩吼，真看真认真啦。结果来看着完全无共款，包括伊以早看的茶礼完全拢走去，拢无共。那么即个茶礼先呢，就开始探听到了，问着因囝。问着因囝的时阵呢，即个茶礼，即个因囝就知影了，就甲即个茶礼先讲，感谢你啦。你甲阮找即个地哦，我妈妈种落去哦，阮真正怎发达，怎发起来啦？真正足感谢你，即个茶礼先就真正足奇怪，你明明个即个绝地啊，来真紧做一个福地，即个伊就即个茶礼先就问因囝讲，我请教你，谁甲人落来就做喙干讨地，你拢甲人行粗坑啊？伊讲这阮祖先留落来，因为咱离遐爬落来足喘的，你若中用大喙甲啉落去哦。会去伤着咱的气经，会伤着身体。即个茶礼先听着安尼，原来咱就是以祖先就开始做德做甲即。我明明个要用绝地甲走变，结果一个绝地人就哪有迄个特性，绝地变做一个福地。咱来看，即个阿婆啊，伫一般人讨地的人来讲，伊歹心，但是伊是歹心咧做好事。所以讲，咱是好心做歹事，还是歹心做好事？咱若做了好啊歹，咱的心真正好，也无影好，足歹讲。咱上句话一句话讲，迄种心好无人知，喙歹上厉害。所以讲，今日咱在座，咱在座，咱了解了后，咱就是今日咱修办道，就是要互咱的心更加好。那么咱的心要达到真正的好心，咱就爱参照着祖辈大师甲咱讲的，但用此心得了成佛。这个心，咱用祖辈大师讲的这个心，就是直心。直心就是天心，就是慈悲心。直心就是慈悲心，就是天心。咱一般的心，咱拢是高心。一般的心拢是即个高心，即个高心会高心度教。每一个人，咱以高心咧行事的话，就是以咱的核心咧行事，咱凡事拢看着咱家己的利益。咱若是以直心的话，咱看着就是拢众生伊的利益。这就无共款。所以讲，心怀直心，就是以世道人心为法的君子。那么直心，也就是慈悲心，就是天心。那么，咱每一个人，咱其实包括讲佛学，咱大家，咱拢爱好啊，静落来保持咱家己的心。咱的心敢真是咱厉害，因为真正讲的，每一个人拢爱互人讲伊是好啦。咱在座敢有人爱要互人讲伊歹啦？无啦，大家拢嘛爱互人讲好啦。而且人问你讲，你做人有好无？有啊，我做人足好啊。甲有人要讲，好啊，我足歹心的哦。
你若搞烧药，我就要甲你修理哦，无人会安尼。哦，但是咱讲咱的心好，敢真是咱唔好。咱好啊来甲思考探讨一个问题：今日咱的心若好诶话，咱对着咱家己的时代，咱时代人自细汉甲咱念，有鸟念念西人字，安尼甲咱念念较大汉起啊。咱的时代年老啊有病的时阵，咱有悲伊到衰老，这是真正咱爱家己咧省思的，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当中，足侪人时代人年纪有啊，行动无方便啊，就安那送去养老院，送去疗养院，送去伊会讲当安怎，足有理的哦。但我送我的爸母仔母仔送去养老院，送去疗养院哦，遐有专业的人咧甲我照顾，遐比我咧当顾搁较好。即句话有道理啦吼，嘛确实就是安尼啊。养老院、疗养院当中一定有专业的护士咧甲伊顾，这是真正，这是正确。但是是大人年老了后，送去遐看袂着伊的亲人，伊的心。敢会自在，伊的心敢会好。一个人伊的心若是不足的时阵，互你食较偌尔好的物件，互你食偌好的物件，敢会惊去？袂惊去。所以讲，互我嘛看到足侪节点安尼，到尾啊，是世甲送去养老院，互我甲看看吼，送去吼，话拢无全无甲一冬的，啊话差不多无甲2冬。就怎啊回天交死啊！所以讲，咱真正咱的心好，咱对着上基本的咱的父母，即个孝心咱有做到，有陪到衰老无？搁有就是讲，咱翁仔某之间，翁仔某之间有时常为着一点仔小可代志来起口角来冤家无？咱翁仔某伫男女朋友的时阵。要大家分，要大家嫁出来时阵，才是第时咧做的啦吼。拢会讲啊，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时阵，拢会讲啊，我爱你的心哦，我爱你的心，互你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。我爱你的心嘛，永远袂变卦，有即句话无？有吼。但是永远袂变卦，经过3个月了后，海水还袂干。石头嘛还袂烂，巧为着一条起锅，你要切头前，我要切尾啊，咱两个婚姻线来拆线。这是真正报纸咧开的，结婚3个月用着一条起锅，拢说我来离婚。安尼你的心真正咧爱吗？你的心真正讲有遐尔咱爱吗？即种的心是啥物心？这拢是咱每一个人，其实在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对着父母，对着咱的翁仔某仔，对着咱的家庭，对着咱的子女，咱所演出来的心该是啥物心？再搁有就是讲，包括讲，咱对着朋友之间，咱有信心无？咱参朋友之间，咱迄个信用有做到无？那么咱会去讲人的是非无？咱会骂人的，这一个其实讲起来，这拢但要坦白讲啦有可能咱会感觉讲准备讲的，啥物人袂去当面的，啥物人袂加点啊，讲一个人的是非啊，尤其是人有诶时阵喝咖啡做聊一下是非，拢加减下嘛你讲安尼嘛毋对咧。但是咱若想，这一点一滴小小的工课、小小的代志，咱一句话咧讲，积沙会安怎？沉塔积水，你怎么有积水咧？成河。一点一滴有了积起了后，伊就变做足大。所以讲，咱为顺，咱拢会因为这小小的毛病，感觉讲这要紧啦，我明仔载甲去搞。但是明仔载咧，搁烦的时阵，赶紧我继续干。但是一点一滴，你无真正下定决心去改的话，一定累积落来。
即一点一滴，咱感觉认为无啥物个代志，到尾啊，效果会变到足大。哦，啊，佮讲一个，即个外部顶管是基本上啊，咱袂可能捌看过，哦啊，哦，袂可能无了，无毋捌看过，哦啊，即有遮讲咱做做功课。有一位开酒店的头家啊，啊去看医生，看到尾啊，找医生真好。哦啊，就咧甲医生讲吼，医生啊，你若有时间哦，你就来我酒店行行。我迄酒店的小姐吼，逐个拢气质足好诶，学历足悬诶，逐个拢大专毕业诶。即个医生讲，你咧甲我骗？大专毕业受高等教育诶人，伊会要去你遐做小姐？你拢毋知影哪通骗诶？甚至吼，讲你凡说拢吼，怪安吼，卖口罩，你用药啊人害。即个头家甲讲，无啦，我拢无，我拢甲伊讲甲足清楚诶。我咧应征诶时阵吼。我拢甲伊写讲，我要应征会计小姐，一个月23000，啊，一定爱大专相关的科系毕业的，我才要请。啊，即个医生就讲无可能，啊，即个头家就讲，我讲袂听。咱在座啦吼，而且无法嘛，即个，咱敢会相信讲我去应征会计小姐，到尾来去做小姐？敢要信？要信嘛？有可能，吼。伊即个头家就甲医生讲，我应征的时阵讲甲足清楚，23000会计小姐，按大专的，但伊一定看伊的学历，看伊的履历表，看完了真正是大专生伊才请。啊，请的时阵来应征的遮个会计小姐，伊即个头家嘛会甲我讲，我遮是咧做酒店的生意，但是你的工课就是会计。你就是坐到遮会计桌啊，甲我管辖就好。你其他的工课你拢莫甲我插。啊，即个来应征的小姐，听嘛，感觉讲，伊即个头家真老实啊。甲我讲内底这做酒店有咧，原来有咧陪酒的啦，吼。啊，但是我著做袂着，我著感觉安尼就好啦，吼，安尼就安心啊，安尼有压力的，好，我著做会计小姐。但是会计小姐做落去了后咧。一个伫遐做会计，啊有诶时阵，昨要急要去走电所，还是讲有啥物代志诶时阵咧，就会甲内底讲，麻烦一下你提内衫互我看一下吼。啊，人就会甲帮伊看一下，但是看久了后，因内底有分做咧烘酒诶，哦，烘酒诶拢会来柜台遮领酒了后，啊送去对一边包厢。即摆即个咧烘酒诶，袂时阵时间袂拄好，还是讲安怎诶时阵，就来讲，啊，即摆嘛你甲我斗合一个，即个会计小姐一定无爱嘛吼，无爱啦，我工课就是这，伊毋当去做，但是一届两届过了后，煞会歹势，逐个拢姊妹仔来啊，逐个上班久了变姊妹仔来，啊好来甲你烘一届，烘一届了后，就2届，就有3届拍诶，即摆咧。即个合酒的即个小姐，就甲即个会计小姐讲啊足歹势的，啊你伫遮做会计一个月23000，啊我去烘酒一个月46000，啊有时阵你帮我拍，啊我是也会当分你，啊你若讲我拢咧烘酒尔，也无安怎？啊即个会计小姐心就重安尼，好23000、40000差一倍呢，啊我嘛有拍过安尼，啊拍进去出来也无安怎呢？吼。即摆就安那，好，甲头家讲啦，我无爱做会计，我要来做烘酒的。即摆做换甲做烘酒的，烘入去了后，内底阁有另外杯酒的。但是烘入去了后，时间一个久，掺咧6客，就会哪来哪熟悉啊嘛。哪来哪熟悉了后，咱走迄种中所的袂着安那，就讲啊，逐个熟悉遮久啊，来，即杯互你饮一下，我请。一届期转，2届期转到尾啊，好啦，我甲你啉一喙，一喙啉完了后咧，后日仔就变啉一杯，啉咧了后，后日伫遮咧做杯酒的，就安讲，你徛咧啉一个月46000，我坐伫遮啉一个月68000，啊你拢伫遮咧啉酒，人也知影你是徛咧啉还是坐咧啉的，伊听嘛有影。啊，白白咧啉酒，我徛咧啉4万，咱坐咧啉68000，
啊嘛是拢要啉酒，心就做叮当啊，哇，改做陪酒的，改陪酒的一个月6万8了后，薪水比做悬啊嘛吼，23000变做6万8啊，但是咧，伫迄个场所你验起了后，6万8嘛无够伊的，啊到尾啊，心愈来愈好，原底做顺的迄粒心就放去啊，到尾啊，就变做互咱爱出长的小姐。哦，啊，互他做即个比喻就是讲，咱一点一滴小小啊，无咱感觉无啥的物件，但是累积时间一个久了后，会互咱对咱家己本来的良心本性，咱就会慢慢啊去互忘掉去。咱会袂记即讲咱原来是要创啥？哦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咱来探讨就讲，今日咱的心，咱有犯着这贪嗔痴慢疑无？贪，哦，人拢驶电话，啊，我著驶这搭公仔车，啊是我著骑脚踏车，哦，啊，人拢住喺厝遐尔哪尔好，啊，我著住这草厝啊，心肝就会丰满，哦，人拢掠狂果的，啊，我著掠瓜仔的，哦，啊，著物件就看人好的，咱就心内就有迄个贪心出来，就会想要参与。咱会起即种心的，咱会感觉讲，啊，人有法度，啊，我无法度，我就是安尼就好。咱会袂去，咱会莫去产生即个比较心的嗔心，看到别人好，咱无法度做到，啊，咱会开始当惯步啊，有迄种。